Hi，大家好啊！歡迎嚟到第2集嘅今晚摔角勁狂熱，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 Seth Tyrell。咁今次咧加咗個咪咧，應該收音好慢少少，咁同埋加埋字幕咧，咁應該大家都會睇得好啲。咁首先咧就要真係多謝每一個支持嘅朋友啦。咁我見到你嘅留言啦，你會逐一去回覆啦。咁同埋今次呢段時間裏面咧，亦都問咗好多朋友嘅意見。咁好多人就話：喂，我唔知你中意睇摔角，但係我睇唔明喎。咁啊，希望透過我啲每一集裏面咧，同大家講解下摔角其實本質係點。話假嘅，咁有咩好睇啊？咁我覺得希望喺呢一樣嘢咧，又可以同大家解釋咁多。咁當然咧，過去呢幾日裏面咧，就睇咗好多場摔角啦。因為咧，由香港時間星期六咧，我睇咗星期5晚美國嘅 Friday Night SmackDown， 之後連續2晚咧，就同我班朋友咧就一齊睇咗 WrestleMania， 咁咧就摔角嘅嘢，咁啊好開心。咁啱啱咧亦都睇完 Monday Night Raw。咁咧好想同大家去分享下啦。上一集裏面我哋又講到咧最重要嘅3場比賽，第一場就我哋嘅 WWE Championship， 由 Cody Rhodes 呢個冠軍咧就對戰 John Cena turn heel 咗，變咗反派嘅 John Cena。結果 John Cena 咧真係達到佢嘅目的啦，成為咗第17次冠軍，破咗 Ric Flair 嘅紀錄。咁咧亦都現時史上咧係最多 WWE title 嘅一個 champion 啦。咁啱啱完咗 Monday Night Raw 之後咧，發覺原來 John Cena 嚟嘅對手咧係邊個咧？咁要追咗一個17次冠軍，當然就係另外一個攞到最多冠軍嘅人啦，就係我哋嘅 Randy Orton，Legend Killer Randy Orton， 即係我哋嘅傳奇殺手雲迪可頓啊，非常之好睇啊！嚟緊個 storyline， 因為其實兩個嘅恩怨咧已經超過20年㗎啦，佢哋本身都好好朋友。咁嚟緊咧，大家就會知道更多。咁另外一場比賽咧，由我哋嘅 Gunther， 我哋嘅 World Heavyweight Champion 根大大啊，我哋嘅維也納上將對戰主菜胡鬚佬。結果咧，主菜胡鬚佬熱啊，就真係攞咗佢第一次嘅 World Heavyweight Champion， 擊敗咗我哋嘅根大大維也納上將啊！呢場比賽咧係 WrestleMania 開場嘅第一場比賽，好好睇。咁而我哋第3場比賽之前所講到咧，由 CM Punk 我哋嘅世上最勁 CM Punk 對戰我哋嘅 Roman Reigns 我哋嘅部落族長啊，洛雲路斯啊，同埋我哋嘅勁爆耶穌路雲。結果咧呢一個古仔好睇咯。估唔到個主角咧都唔係呢3位嘅摔角手喎，就係我哋嘅 Wise Man 啊，我哋最厲害嘅經理人 Paul Heyman 啊，佢除咗去背叛咗佢40年嘅好兄弟世上最勁 CM Punk 之外咧，亦都背叛咗個老細啊，我哋嘅部落族長洛文路斯啊，原來佢投靠咗耶穌喎。咁咧大家可以睇下啲片段啦。喺呢場 Triple Threat 嘅比賽嘅尾段咧，我哋見到咧。Paul Heyman 咧本身就好唔開心，因為見到自己嘅朋友同自己嘅老細喺度打啦，咁啊唔知道應該撐邊個好啊？因為今次佢出場咧就係陪 CM Punk 咧一齊出場嘅。咁咧到最後尾階段嘅時候咧，佢咧就諗住，不如我都攞張凳去幫下 CM Punk 睇下，或者幫邊個人啊？結果佢真係決定咧就將張凳咧就交俾 CM Punk 喎。咁當 CM Punk 真係將凳要打阿洛文路斯部落族長嘅時候咧，竟然後面偷襲佢追嗰個咧就係 Paul Heyman。咁打完之後咧，咁當然笑嗰個係邊個啊？就係佢老細啦。洛文路斯又好開心啊，心諗終於佢識得做嘢啊！呢個終於請佢做 Wise Man 啦，嗰個係一個好選擇。咁佢咧就攞住一張凳咧，就諗住打下耶穌啊！因為勁爆耶穌路雲同佢咧，其實本身都係好好兄弟嚟嘅。佢哋以前曾經組成咗一個組合都叫 The Shield， 曾經係橫掃天下，冇乜邊個摔角手可以打得贏佢哋嘅。但係最後咧，其實耶穌就背叛咗洛文路斯啊！當其時咧，佢就真係攞張折凳咧，就一嘢 ban 落去洛文路斯個背脊嗰度咧，就背叛咗佢。咁今次咧，難得喺 last 一場比賽，仲要 Triple Threat 裏面咧，佢可以揸翻張凳咧，就打翻耶穌啊！咁咧，結果洛文路斯打算打下耶穌之際咧，Paul Heyman 原來又喺佢後面再陰多佢一下，就打埋佢個姑姑喎。咁結果咧，洛文路斯咧就搞唔掂啦，就Paul Heyman 咧就將呢張凳咧就交咗俾耶穌啊。咁勁爆耶穌路雲咧就直情咧就將呢張凳咧再 ban 多洛文路斯一嘢。咁結果咧佢就1、2、3底下咧就贏咗第1晚嘅 WrestleMania First Night 裏面嘅一個 champion。咁咪 champion 咧就係佢贏咗呢場比賽。咁咧結果咧第1晚嘅 WrestleMania 離開呢個場館而成為勝利者嘅人咧，最重要嘅 final match 叫 main event 咧，就係我哋嘅Seth Rollins， 就係我嘅偶像啊，勁爆耶穌路雲啊，陪住佢哋嘅就係 Paul Heyman， 陪住佢就係 Paul Heyman。咁嚟緊個故事嘅 storyline 咧就會變得越嚟越好睇啦。咁當然啦，有呢啲咁嘅情節咧，我就想解釋翻少少關於摔角其實係啲乜嘢。咁透過個節目啦，咁其實摔角咧喺我嘅角度嚟講咧，
就其實佢係一個一班摔角手咧，其實有少少似特技人，即係佢哋咧喺每一次嘅比賽裏面咧，其實冇得 NG 嘅。咁你話真定係假咧？其實到最後其實佢哋一定有跟翻個 storyline， 因為咧我哋要知一樣嘢，咩叫 best for business？ 咩叫 business 咧？就係其實 for 觀眾。摔角本身咧就叫 sports entertainment， 即係我哋透過運動去娛樂大家。每一個摔角手，我上一集都有講啦，就係犧牲自己嘅身體，希望打得好睇，去令到啲觀眾感受中間嘅激情啦、刺激啦、開心啦、興奮啦同埋愛。咁今次呢一個嘅節目裏面咧 WrestleMania 嘅 main event 啦 First Night 裏面呢個3個 Triple Threat 咧，其實大家又見到哇個戲嘅效果好大，喂，裡面有恩怨情仇。Paul Heyman 咧，哇！我又要撐老細，我又要撐我40年嘅好兄弟，結果原來佢投靠耶穌都夠膽死。咁呢件事咧就係好好睇，即係我哋講咧就係摔角，其實好多時候咧，大家唔好話佢假打。我好想講就係每一個摔角手打落對方嘅身體度咧，嗰啲聲響啊，嗰啲感受啊，全部都真係痛。因為喺成個摔角場裏面咧，個底咧其實唔係墊咗原墊嘅。點解會每一次打落地下都咁大聲咧？其實地下係木板嚟。而今次比賽大家見到咧，呢個 Triple Threat 裏面咧，佢哋會打到人群裏面打嘅時候咧，你見到又出晒啲垃圾桶啊！其實地下咧打嘅時候咧，其實地下係石屎地嚟嘅，係極度痛，而且真係成日都會有機會受傷㗎嘛。咁其實摔角手要贏得好睇，輸得好睇咧，其實都係一件好特別嘅一件事。好多時候咧，我哋覺得一個摔角手將一條 title， 我叫做輸一場比賽，其實呢個亦唔係叫輸。係將我哋嘅 title， 將我哋條腰帶傳承俾下一位嘅冠軍。佢值得我傳承呢條冠軍腰帶俾佢，從而我先有機會攞到第2次嘅冠軍。呢一個傳承嘅文化，呢個藝術，呢一個嘅動作，甚至乎你覺得佢係一個職場嘅舞台劇，而呢個舞台劇裏面係以美國嘅功夫啦、搏鬥啦，因為始終兩個摔角手打緊之間咧，除咗攻擊對手之外咧，同時間攻擊防守裏面都要保護對方，從而令到大家嘅受傷減低。呢一個先至係相對喺摔角手心裏面嘅一個真諦，因為摔角始終大家可能打過一個冠軍比賽，可能1至2場啦，一個職業生涯可能最多30年左右啦。你可能贏到個冠軍，你睇下 John Cena 都係贏咗17次。咁我要輸，我先有機會贏第2次啊嘛。咁所以中間你贏要贏得好睇，輸都要輸得好睇。中間嘅比賽嘅動作啦、嘅跳躍啦，哇咁多層成層樓咁高跳落嚟砸落對方度啦，佢體重都200-300磅嘅。咁成個 force 啊，你震落去個台裏面，咁仲俾人彈咧，你內咁同你打落對方度咧，就算兜巴星也好，用拳頭也好，有啲位可能會就位，可能佢 lock 佢啊，出某啲絕招啊，可能覺得呢招絕招佢都 KO 到佢嘅，其實喺摔角上面唔係叫 KO， 我哋唔係 UFC， 咁但係首先要知道喎 UFC 同 WWE 其實依家都係一間公司叫 TKO。咁WWE 特別啲嘅就係你當佢係一個舞台劇，亦都當佢係一個運動嘅娛樂。大家有英雄，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角色，佢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絕招。咁只要大家喺呢一場比賽裏面，喺呢一個古仔裏面，大家感受到個氣氛，知道一個古仔嘅恩怨情仇。好多時候佢哋唔係淨係得喺 storyline， 即係喺一個摔角場裏面，或者呢間公司 create 呢個古仔俾佢哋去演，因為佢哋會有台詞啊等等。但係其實最重要嘅嘢咧，好多時候都牽涉個人情感。譬如今次嘅 Triple Threat Match 裏面咧，我都講啦 ，CM Punk 同埋即係 CM Punk 同埋Seth Rollins 咧，其實佢本身 Seth Rollins 咧以前就係叫拜師 CM Punk 嘅。咁其實佢哋嘅關係咧係由10幾歲嘅 Seth Rollins 咧已經係佢嘅偶像已經係 CM Punk。咁 CM Punk 而家當佢細路仔咁。咁今時今日佢嘅 First Night 嘅 Main Event 喺佢人生裏面咧就係叫師徒對決之外咧，個人情感又好重要。因為 CM Punk 離開咗呢一間公司，真係始終差唔多10年嘅時間。而佢當中喺個人上面喺真實生活上面Seth Rollins 知道 CM Punk 離開 WWE 嘅時候要嘗試聯絡 CM Punk， 但係 CM Punk 係唔打算再同任何人做 friend， 除咗 John Cena。咁所以呢一段時間裏面佢哋亦都累積咗好多個人情感喺呢一場 match 裏面真係除咗話個古仔之外個人嘅一啲感受亦都擺咗喺裏面。咁當然啦，洛文路斯、布洛族長同埋 Seth Rollins 上面嘅關係，亦都持續咗咁多年，由 The Shield 開始到依家，兩位都絕對係 WWE 嘅代表人物，因為 Roman Reigns 絕對係 WWE Champion 啦。
即係 face of the company 啦。而 Seth Rollins 咧，大家 most respectful， 即係覺得佢絕對係值得尊重，因為佢 sacrifice 咗好多，佢真係好似耶穌咁樣出場啊！佢都為呢一個行業，為其他嘅摔角手傳承好多。尤其是好似上年嘅 WrestleMania 咧，就係 WrestleMania 40嘅時候，40嘅時候咧，咁其實 Seth Rollins 咧就將佢個 World Heavyweight Champion 咧，其實咧就俾咗我哋個蘇格蘭戰士嘅咁嗱，大家可以睇翻啲相。咁其實佢都喺佢嘅心裏面亦都傳承咗呢件事。到最後 WrestleMania 40嘅時候咧，Cody Rhodes 咧去贏呢一個嘅 WWE Champion 嘅時候咧 ，Seth Rollins 咧亦都絕對犧牲咗自己好多。尤其是佢話連續2晚都係佢兩個打咁滯。Seth Rollins 咧喺Cody Rhodes 攞冠軍嘅時候咧，其實佢真係犧牲自己，真係俾 Roman Reigns 去打佢等等。咁其實佢就希望傳承咗呢一樣嘢。咁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摔角更加多嘅話咧，其實唔好以一個純粹贏定輸真定假嘅角度去睇呢一樣嘢。佢當然亦都係一個好嘅表現，你當佢一個舞台劇，有音樂、有形象指導，每一個人出場咁靚嘅、咁好聽嘅音樂、咁有型嘅衫、咁有 style 嘅每一個人，因為佢有自己嘅 character。咁所以我相信大家可以 enjoy 睇之餘咧，亦都可以睇翻之前發生過啲乜嘢。咁當然大家 move forward 啦，唔好話純粹睇翻之前發生過啲乜嘢。由我哋 WrestleMania 41開始睇住我哋今晚摔角勁狂熱，大家就會知道嚟緊劇情嘅發展啦。咁希望呢一集裏面咧，真係講多少少同摔角有關嘅嘢。我盡快拍第3集，真真正正將裏面嘅劇情交代俾大家睇，好嘛？咁我哋會再講多啲啦。咁多謝今集嘅觀眾，希望我哋下集再見，希望盡快再見。Thank you。